今晚嚟呢間潮發牛肉火鍋試下先，佢地點係位於金光華廣場嘅對面。你好，給您三個肉。用吊黃蓋骨內 OK 嗎 OK。質量很 OK。健康很 OK。运输 OK。配色 OK。冷链 OK。新鲜 OK。服務單也 OK 咯。我今晚係點咗佢嘅美團4人餐，佢個餐裏邊有呢個廣州酸奶飲品，幾好飲嘅，跟住有個牛骨清湯底啦。另外呢，佢有4碟牛嘅，分別係有吊龍肉啦、三花子啦、肥牛肉啦同埋慈仁肉嘅。另外仲有2碟鮮牛丸，都幾好味。仲有1碟鮮牛腩添。食咗咁多碟肉，咁啊嚟碟粟米啦，有蔬菜腩，仲有呢個呢貝南瓜好食喎，整出嚟好綿喎。仲有呢個最正呢，就係呢個螺粉條啦。呢個螺粉條好食到我要 encore 多一碟，其實佢係6幾秒就得㗎啦。最好呢，就配埋啲靈魂醬汁，同埋配埋啲靚嘅牛肉一齊食呢，就最正啦。呢間牛肉火鍋呢，佢好標榜由養牛啦、治牛啦、管牛嗰個階段呢都一絲不苟嘅。咁我自己食過呢，佢嗰個感覺呢，佢係性價比好高嘅。咁佢啲牛肉質素都唔差，咁服務態度都好殷勤。就係因為性價比高呢，所以大家如果嚟食呢，就要預咗充分嘅時間嚟排隊。我今次都排咗40分鐘先有得入去食啊！而且佢呢間分店呢係超級方便，佢喺金光華廣場嘅對面，喺龍總督嘅隔離。如果搭地鐵嚟嘅朋友仔，如果喺羅湖關口過嚟呢，其實搭1號線，咁其實搭1個站喺國貿站出呢嘅 B 出口。國貿站嘅 B 出口呢，其實佢係喺B1嗰層嘅，喺有超市嗰層。咁上返，我記得係唔知2條定3條款手電梯上返路面啦。咁其實行過去對面就係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段片嘅朋友，請幫忙分享、讚好、訂閱，多謝晒。我會日後有多啲片出㗎。